台南六甲的山区，昨日暗时呢，有一台车落入去山径，这消防队出动6台车，16个消防员用点外钟才把这驾驶救起来。加在这位驾驶又下安全带，轻伤尔。搜救人员准备软桥，各甲软桥的锁啊固定伫咧建筑物顶悬，因为爱伫真惊的山坪救人，难度是真悬。加在开点外钟，总算是用对挂的方式把人救起来。住伫咧嘉义大约50几岁姓黄的查甫人，车袂驶进口的轿车驶伫咧台南市道174线，登6甲东嘉乐产业道路顶悬，疑似路况无适，加上车路真矮，暗时视线歹，车辆竟然冲出边坡，落落去50公尺15站楼的山坪。消防局接到通报，赶紧派6台车、16个人前往救援。人的状况是还可以清楚对话，然后人是蛮清醒，所以我们为了确保他的安全，把他放在蓝单里面，然后再依为救助手跟随把他拉一起带上来。搜救人员接触驾驶的时，发现伊意识清楚，佫会当对话，敢若喙角刺伤。搜救人员讲伊的命真大，初步研判驾驶有下安全带，防止身体冲出车外，正做保命符。那有系安全带的情况下，受到撞击，大部分他可以安然无恙的机会会比较大。那相对就是受到车体保护的话，他不会在里面受到一些比较严重的撞击。事故地点伫咧叶片的六甲区王爷里东嘉乐产业道路顶悬，路况无够3米，地形危险，四周围拢是沙坎，在地人暗时也真少去。详细的事故原因，搁爱调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